你也是要参加太南小会吗？正是。在下万小山也是要去参加太南小会的。既然你我如此相遇，不如一同前往啊。若你另有打算，那小山告辞。道友留步，能否顺路去个地方？走吧。看小山兄适才用丹药救治村民，医者仁心，在下实在佩服。都是些基础丹药，我想换些药材到太南小会交易。倒是道友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想必一定是灵根出众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小山兄过誉了。不知这灵根有何说法？哎呀，一看道友啊，你就刚进修仙界不久。这灵根呐，是区别凡人与修仙者的基础。有了灵根，方可进修仙一途。